成屋裝晒風扇，梗係會啦。呢度呢就有兩支 FC580 42寸喺深水埗嘅聯芳。大家好，歡迎收睇 TY Lighting 燈飾照明設計公司。我哋係全香港銷售同埋合法合規安裝最多飛利浦天花風扇燈嘅公司。係咪好期待？想知道今次裝咩產品呢？裝出嚟效果又好唔好呢？不如即刻去片睇下我哋今次去邊度安裝飛利浦嘅產品啦！去片。發展商已經唔同你做發光啦。呢啲開燈着燈，呢個應該係冷氣嚟。呢個係燈嚟。咦，下邊冇光嘅。係啊，呢個冷氣嚟嘅。好，識嘅發展商自己都唔做呢啲發光嘅，因為呢啲發光會令到支燈會易壞啲，斷唔使電啊。有百幾 V keep 喺度嘅，不過啲即係裝修或者有啲其他唔識嘅，睇我啲 YouTube 片我有講解呢個原理俾你知嘅。係啦，斷唔使電，你啲產品好易壞。呢個係發展商嘅屏嘴啦，咁陣間度咗粒針肉之後咧，幫客人度下度佢個供電系統。嗱，呢啲新樓嘅供電系統係咩狀況啦？換咗針肉，幫客人驗翻少少嘢。新嘅供電系統 ，OK。嗱，呢度咧雖然顯示係有電壓，睇下有幾多。呢個係咧虛電壓65 V。先啱幫我開咗個長壁仔，我幫你度下個供電系統。正常就220。好啦，熄得。咁有少少虛電壓65。咁陣間裝嘅時候咧，加翻個小配件就可以解決咗呢個虛電壓嘅問題。唔係漏電嘅呢部分，安全。本身個威亞咧已經係揾埋喺粒拉爆上邊扭緊咗，確保唔會分離脫離啦。FC580 威亞接地水線拉爆做齊晒㗎啦，每樣嘢都啱安全規格嘅。呢支係 FC580 個頂，以呢個為收貨標準啊！呢個係佢個 label 啦。呢隻葉咁日後咧，如果要清潔咧，第一要熄咗個燈掣，斷電，係一個穩固嘅工作平台，有2個人，呢個必須㗎，安全意識。咁呢度係可以獨立拉開嚟清潔嘅。今日3塊葉，咁啊好快嘅10分鐘，用啲酒精消毒紙巾抹，啲布污糟啊抹翻啲毛毛上去，放翻手就 OK 啦。咁呢度裝起啦，呢個咧就佢個面。轉頭我哋再試機，裝完呢部，我哋再裝嗰部。咁同個煙霧感應器唔喺同一個 level 冇影響嘅。威也綁咗，拉爆水線做齊晒㗎啦。嗰支42寸裝起咗，呢支42寸裝起咗，呢度距離長，做少少工作記錄。呢個產品由天花頂到風扇葉最低點，呢度係330 mm， 依家用緊嘅330 mm， 咁即係8尺領都裝得嘅。我呢個高樓底做翻個記錄俾客人。飛利浦兩支 FC580， 咁我哋而家做個熄燈。嗱，兩支唔會互相干擾嘅，開個6速。最主要試好晒啲功能先至走啫。係啦，哇！呢個樓底高，你而家有把風扇爭幾遠，即刻降溫。之後試5、4、3、2、1，開燈。啱啱試咗熄溫，而家試光暗光。好，咁呢支 OK 啦，風扇熄咗佢。呢支 OK， 試第二支。個遙控就唔會互相干擾嘅，因為佢係行緊係獨立嘅。嗰邊開埋佢。呢支都 OK 啦，1、2。啱啱各位睇完我哋公司嘅安裝工作記錄，亦親眼睇到合法合規註冊電力承辦商委任註冊持牌電工安裝，同埋出邊無牌人士外判安裝產品嘅分別。亦有好多朋友好奇，點解我哋會用影片記錄低咁多工作過程？因為我哋真係會按照機電工程署工作守則內嘅要求，免費提供 WR1A 完成工作證明文件，證明裝置符合規格。點解要咁嚴謹？因為日後萬一因為電力衍生嘅意外或者火災，呢份證明就可以證明客戶使用嘅係合規格產品同安裝，唔會影響你嘅家居保險。聽到呢度，係咪好想即刻入手飛利浦嘅天花燈同天花風扇燈，換走屋企嗰啲不知名、唔知合唔合規格嘅產品呢？如果你真係有咁嘅諗法，飛利浦嘅產品絕對係你嘅優先考慮第一位。第一，符合晒國際安全要求標準；第二，香港代理提供行貨嘅2年原廠零件保養；第三，你用咗 TY Lighting 全方位安裝服務，萬一喺保養期內產品出現咗問題，我哋會提供免費嘅註冊持牌電工不限次數嘅上門服務，為你解決問題。淨係呢3點就已經幫你解決咗買咗不知名產品所衍生出嚟嘅麻煩，包括時間及安全隱患。聽到呢度係咪好期待為屋企換翻支飛利浦天花風扇燈或者天花燈具呢？同埋想知道點樣先至可以攞到影片入邊產品嘅優惠？步驟非常簡單：第一，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第二，同呢條影片俾個 like；第三，喺下邊留言 TY 加 Philips， 咁就大功告成。影片嘅左手邊依家就已經係產品做緊嘅3種限時會員推廣優惠，包括自取、送貨或者送貨加全方位安裝及保養期內上門，有壞一換一選項。因為飛利浦嘅產品眾多，可以組合出嚟嘅優惠價都有好多種，所以唔需要擔心複雜計唔掂。各位朋友只需要喺購買之前直接喺下面留言，向我哋查詢你想要嘅產品優惠，或者 WhatsApp 我哋嘅客戶服務保養中心92053831，Eva 同我哋嘅團隊一定可以幫到你，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絕無隱藏收費。用電安全一定要揾合規公司。我哋下一條片再見。